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至中和，天地謂然，萬物欲焉。如果將中和之道置於現代中國嘅治國方針中觀察呢，會發現呢一種古老嘅哲學思維並非純粹係文化符號咁簡單，而係植根喺內政同埋外交戰略嘅核心邏輯之中嘅。忠唔係僵化嘅折衝，而係立足之根本，不偏不倚，保持戰略定力。喺治國層面上，呢個係體現咗以下幾樣關鍵維度嘅。第一，政治底線與制度定力立本啦，即係中國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視為國本。喺面對外部制度壓力同或者係內部轉型挑戰嗰陣呢，強調不照搬西方嘅模式，亦都唔走僵化路嘅老路。呢一種不偏離主線嘅思想就係政治上嘅忠啦。經濟發展嘅中道同埋風險控制啦，近年嚟提出嘅高質量發展、穩中求進以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均係忠嘅體現。例如喺市場經濟同埋政府干預之間尋求平衡，既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即係唔會好似韓國嗰啲財閥咁樣啦，又避免失去咗市場嘅活力。第三，社會治理嘅中道主義，推動共同富裕同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旨在消除極貧同埋極富嘅兩極分化，建立一個結構穩定、呈現橄欖形嘅社會體系。呢個正係忠喺社會結構上嘅具體化。咁和係咩呢？和嘅治國之達道就係包容共生同埋實踐路徑。和唔係無原則嘅妥協，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係喺承認差異嘅前提之下，尋求共識、協調同埋共生。呢個主要體現喺邊度呢？第一，內部治理啦，和諧社會與多民族嘅融合。民族政策就係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張各民族就好似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喺一齊，既保持多樣性，又凝聚整體性。社會矛盾化解，提倡全過程人民民主同埋基層協商，試圖透過對話協商而非對立解決社會糾紛，追求政通人和。第二樣啦，生態治理，天人合一同綠色轉型。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嘅理念，本質上就係處理人同自然關係嘅和，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總體佈局，強調發展不能以破壞自然為代價，實現人與自然嘅和諧共生。咁和喺外交政策上有啲咩呢？就係人類命運共同體啦。喺國際關係中，中國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多邊主義同埋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和而不同，主張不同政制同埋文明應該彼此尊重差異，互利互贏，而非進行二元對立嘅陣營對抗。咁至中和嘅現實考驗同困境有啲咩呢？嗱，儘管中和喺理念上極具智慧，但係喺其轉化為具體嘅現代政策嗰陣呢，中國亦都面臨實踐上嘅挑戰嘅。忠與剛嘅張力，在處理核心利益如好似國家安全、主權問題嗰陣呢，政策上呈現強硬態勢。點樣喺呢類問題上平衡維護原則同埋維持彈性，即係忠啦，係極大嘅考驗嚟嘅。第二樣，和同埋同嘅界線啦，和而不同，強調包容差異，但係喺實際治理入面呢，若果過度強調秩序同埋統一，有時容易走向要求趨同，從而壓抑咗社會應有嘅多元活力嘅。
地緣政治中嘅信任赤字啦。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都係以零和賽局或者霸權穩定論為基礎，對於中國以和為包裝嘅外交戰略，就好似一帶一路咁啦，常抱持地緣擴張嘅疑慮。點樣將和轉化為國際共識，仍然係具挑戰嘅。中係原則與底線，和係方法與氣度。現代中國嘅治國戰略本質上就係一場將傳統中和哲學同現代國家治理相結合嘅長期實驗。能夠係咪真係達到至中和，取決於係咪內部保持到動態平衡同埋包容活力，並喺外部全球秩序中實現真正嘅共生共榮。